低頭一族的代價，手機如何偷走我們的時間及青春？智能手機已經成為年輕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佢哋用手機聯繫朋友、瀏覽社交媒體、睇影片、打機，甚至學習同工作都離唔開呢個小小嘅螢幕。手機確實帶嚟咗前所未有嘅便利同娛樂，但喺光鮮亮麗嘅界面背後，亦隱藏住一個不容忽視嘅危機，就係沉迷。青春的代價，身心與社交的失衡。沉迷手機唔單止係時間流失咁簡單，青少年可能因為社交媒體上嘅比較而產生焦慮、自卑，甚至疏離現實人際關係。有一位初中生，本來成績優秀，老師讚佢前途無可限量。可惜，自從愛上打機同網上短片之後，佢逐漸同現實世界脫節，日復一日，唔返學，功課荒廢，最後甚至完全停學。父母心急如焚，勸喻尋求社工幫助，甚至帶佢去睇心理醫生，都無法將佢從手機世界拉返出嚟。時間一過，就係1年幾，從此一落千丈，錯過咗最關鍵嘅成長時期，親子關係越來越疏遠，父母承受極大壓力，孩子嘅青春就咁俾一個螢幕悄悄偷走。警世的啟示：手機唔係問題，沉迷先至係陷阱。玩手機可以係休閒，但如果一日24小時都離唔開，人生就會停滯不前。時間唔會等你，學業、友情、夢想，錯過咗最黃金嘅歲月，就算想追回，都要付出沉重代價。網絡世界並唔等於真實人生，你嘅真實價值唔係由遊戲段位、短片點擊數決定，而係由你嘅能力、品格同努力所建立。給年輕人的警言：螢幕帶嚟一時快樂，但真實努力先帶嚟一生成就。自律並非限制，而係幫你守護未來嘅自由。如果你今日選擇逃避，明日人生就會逼你面對更殘酷嘅現實。青春只得一次，手機可以等，但時間唔可以。記住，將來嘅你，一定會感謝今日肯努力、肯自律嘅自己。